那么今天你来说的是分拨，因为你这个唱门两高的嗓子在上装不好，说起来嘛音量轻，那么有两首你都唱还在轻么是轻音要的，那么为苏里呢晓得，苏么是譬如两只苏剧啦那么的，那么啥用的老师，因为新年里向嘛。那啥个欧当人娘的，听当的子弄得哭出来嘛，难不说也不是。说金龙娘娘听一个胡哈子到屋里向来凄苦了生命，那个男人金龟生出妻子不收了，不晓得了外地凶吉日，那么听哈子来，要生命分拨，门门凶吉。这个哈子姓胡叫胡宗宪，好像生意好的辰光，一个人不爱我讲，胡铁口，胡关系，样样好。所屋里嘛泡为的参汤了，用为的锅儿先生，小口30路么大口70年了，批名师们我要爬台了，我要开玉门那个做花队，谁家空心卖呀？但还一不灵马大不灵。现在弄得来一塌糊涂，身上下狼狈不堪，生意如天上。今朝3月初1天气火热了，头浪向打一顶叫风巾，四只刮不了老虫麻脱的，东南西北风侪吹得进的，叫风巾。这生命总归是先生了，但你从这说还是先生了。这个上门当中的专业，实干穷，有时细说害情。花这个家伙你用指头割起来的，叫自割害情，称你都是样，给他随一生一当故事要吐下来的。可是儿子不跟，妈妈不对，经过背头上大个上通司马的，一张椅子，水里向拿一根竹头叫名上啊，这个瞎子拿竹头当眼睛用的，这啥样子？今至金家的一个门市口头切磋，有的大德的网友呢，看见瞎子才的专营的，还有一种人专门去寻瞎子开心，要出力个洋相，瞎先生的外国头上像个快上得一塌糊涂。门上最近努力领导他中门跟随，一口里向个屋头出来叫五花了，那么晓得京东娘娘怕五花来努力领进去了。我明上头这种五花水里向一种嘛，这个大块头走进出去，瞎子也不晓得，连牛当是最亲的，所以叫瞎子。多少啊？哦哟，起码瞎子3个开，我晓得了。生意好的请来吃点心还是要多少啊？现在还有时我娘不多心的，多少啊？高先生。一听个女话，多少啊？你拿这个买那个快递走得出来啊？这真是个喉咙哪个破意思相的啊？这真是喉咙家，我家。你啊？哎。你说呢？可是我的声音你也听不出的。眼睛都不灵，这说鼻息没别个哪里不要听出来的？你告诉我你也不要听。老乡邻五花麦子。哎，不得听出来的呢。啊，麦子是你啊？我家。那你要理解大家。那娘娘这种灵媒进去呀？多少年？17多万。最近发哪里啊？大头去是做日子。17的。嘿。10多块的。是这。已经应声了呀。应声了呀？你看我过去那个快呢，你看见？哎呀。一栋上了还是？一里出了黑哇。哦，哪来人哦？哎，努力没呀？就是来像那个人工定心菜。哦哟，没早上有几多啊？早上有不记得。啊，你想好吧？哎，没想你身体还好。哦哟，你现在人是上得嘞，上又不可去做哪大家上个了啊？孔先生。你今天眼睛看的啥？今天眼睛是脑子一点点不来塞的。那些灯是上帝之家。那从你那大个讲闲话的辰光了，哎，那个声音都让我眼眼的。现在那个声音已经随着我肩高的。哦，听声音
天。那么上语文看见么？你中上边了。我记得上语文看见了，你熬得多的中法了还。就生了雷差不了，他没讲闲话是。是一上来，真是不讲句疼法的。是怎么哪子嘞？哦哟，你来领我，蛮好蛮好。是呀。我要来乡邻菜。哎，先生，你跟我来啊？来的吧。哎，那他们先给他白龙里吧。蛮好蛮好。先生二弟。不要紧的。啊。你两只他的。哎，你真的看不起。来浪费我也不看见。是呀。哎。先生，你生意还办？生意啊。哎。你哪门得出的？那哈。你看我脚浪向搿双马娘来看呀。这是胖歪歪里头。哎呀，老子自己没的了，哪来？哎，我本来。三世兴隆啊，一灵啊，这位离你们缘不通。我是。是个真财运。是啊。搿个就讲发财哇。发财啊。真财运呀。发，我是发得来。啊。弄得一江湖头么三当空。哎呀，发出来。哎，别人讲叫陈寿明。五郎中。对。去的是东山峰。是吧？国有节日不行哈，非我区马用。别客气，你的当面向说明政府。哎，这技术啥？技术啥？你本来就来后天看了好多戏吧？过去没说个好多戏情。当然。你不是这样的强调吗？我不用实在用。你说黄金么也比多。哎呀，出来！我不中么实在用啊，一零啊，他比把他对上神两不送。哎呀，你干这个呢？这浪向不送。可是这家伙别去这里噻。谁疯子？咦。我不中么真的中。众人当中是祖宗。后先生。不出心讲。那。你老听我别人玩。哪了？你怎么做什么人？哪怎么来做中？这么种人呀？哎。还是。哦，我是做哪个做中啊？是啊。你是穷人的。不然讲。你等到金代里风吹不少，雨多不少。可真正你山上高浪向出那个五花事，你给他高于万荒了，你看。哪能真是的出的呢？哎呀，做中你。人高的呀。哎呀，好的好的好的，别客气。是啊。干啥？啊，说上好。不是一天啊。门开。啊，到底下来乡里，你这个来嘛，我不追多。啊。后面追听，光光在海里自家哭死过去。哎。我领过来嘛，我打一脚踢得来，痛得来。你海上来的呀？是这样。是啥？当心啊！那，给他开这个上。没好。你是把他坐起了。哎，人家呢把他半边，拿起来地当的。中国要来乡里。你说啥？啊。好了，现在别说，不能吃。行。啊。说个一来嘛，就是吃茶了，说。茶中也吃也可以办。多种人家嘛，就是有茶不有茶。对呀。啊，别个。对个哈。啊，别个。你等下，我谁来个？俺看中国要认得。是呀。一来就是吃茶菜。等一下。来乡里呀，红花县这里欢喜红茶，也很，茶叶也一头不得了。这杯红茶配着点点浓的，它是喝的在，拿起来茶几上一放。陆先生，茶来噻。小张呢？现在乌龙茶。哎呦，中国要来乡里。别客气。他只做那个肚皮饿伤了，肚皮办法做担心的。今朝早上点心不吃，昨天夜里分吃，昨天中浪吃点葡萄汤嘛，现在啥么就啥子了。中国有点么是下气嘛，我不得来。不好说，这可以说下气了，大概要得干口的了。领肚里向两条围绒的，我妻子腿在那等，吃得饱了么是唔饱嘞，请你吃药。这两条老歪的腿，这正好哈子的，被鱼浪说上去就好痛啊！噔噔，两什么哈子中间，哎呦，我的风黑出来。
独立通。独立通啊？哎。我这上天我给这独立通个讲。独立通才是说啥呢？啊？作为预计刚要来封夸心的部位。这搞真搞哪去了？我这啥？你妈，男人搞什么？那个女人兵长？这个专门为男女才上的。我这上面会是新兵了，这是两男兵长。这个阿叔这个旧兵复发了。哦，哎，刚才说来今年发嘛，朱先生，哎，你老婆里想通起来嘛？还说对方吃啥子啥么子下去嘛？我都不通的你。这个啥么子吃下去嘛，会得不通了噻。哎，就这个种吃得饱么子下去了，谁会得不通？好，朱先生，哎，你哪独立了啊？你这不？独立了啊！这两碗牛面，一碗五花，一碗七皮。刚刚一吃，王林老爸爸来，说娘娘喊我楼里头带买，两碗米300来往去过。我在独立了，哎，这朱先生，你说这里是哪？不是哪了？不是俺来得及了。要不我去弄不来吃吧？你去弄啊？哎，我去地上不来吃。是啊。别去呀。是啊。别去呀。阿比啊？提人的呀。别，你外头说。你这个东西啊，你这我跑掉。金刚里在与人的要懂人家，一扎头，4扎文字，叮叮当当当的哪吒给他不提听嘛，手机上一放。朱先生，别吃。进来噻。谁了文字里？哦哟，你。手机上下面，你看我地去吃吧。啊，在上的，好。孩子听见声音就好了，叮叮当当当叮。我说哎呀，吃完了那个，吃不吐个啥子么？哎呀，是讲么子不？4大文字包哈。西瓜子，都拎过去西瓜子。哼，熏青的，地不地海味。闺女，我要不哭了，你想我有我，来不及个，你想要抢去了还不来噻。第4大文字。哎呀，俺不听起，得这个，哎，俺不听起，不叫，我请你说啊，不，哎，妹子啊，这啥么子呀？俺到了这里人不个叫。朱先生，这个文字里像是牛奶皮的。牛奶皮？是。妹子啊，这种牛奶皮是娘娘们都小爱故子搞搞义气。有吃吃皮不吃，我这样抢的吃牛奶皮，吃个2、3桌的。朱先生，这个意思里面也吃得饱的。说个意思里叫做比我们中国吃得饱的嘛。这个来三个真是。那好了。今天吃的。哦。你要叫妹子都说得起劲。哎。偏妻子动地嘛，肚子无肉娘肚子。我肚子。哎呦，儿子嘛下锅。哎。娘们来这个肚。哎。据说了工地的这样一白汤。妹子，别讲的那边搞的，你这个谁哭啥的，你别搞的呢？啊，这个啥？我来去口口，下次鱼妈妈让我回来吃。做情侣的那些叫那个之后的。你等下，4大文字虽说他马虎也进在厨房间的，开火锅盖一口嘛，切着，我刚了为一文，3个张纸，一只去炖，4只下去冲不动，文字拿出来，吹上块。一大路白龙里想出来，白龙里个风来这个头，个肚子发了风一起，外头就只能哭着，外头不热，这个里向的汤了，还是飞滚发烫。脑袋不低听，手机上一放，何先生，妹子啊，你吃不个吗？哪了？嘴巴一闻。4只的了，还有错不多噻。哪多些呢？哪没母娘？快拿！哦哟，为快了个哦哟，还是一模嘛，不是虚的啊，因为不毛懂的自家吃，一张头子像3个人的拳头这样一个，这个4只下去总差不多。心里开心，我伤了很，干了嘛，不要进去了。哎，总归要自家人有得帮忙的。喂，侯先生。刚刚一眼要离5岁上去，你不答应你，你听过去的，你按年上碰到都做人民的。哎，我
是假海家。我也吃豆子里想到药材。你都来啥子？嘿，没好吧？哦，没事了呀。你都要么呼吸吃醉呀？是呀。是啦。那么我已经确定一个呢，最好吃的。这个年纪大还要身体去好的呀。对呗。那么你听着我们现在搞起的。我都听那个。哎，怎么好闲话总懂了？你这个酒一搞，你这个身体来得个好。真的。那么就对好。谁自家老王金高一，我要想到你做药。所以乡邻来见呢，仙女有这个的。对。没好。你放心吧啊。那挺心塞。你等那给他，你放心哈。放心啊。喂，好先生。不是，你看娘，今天这女药，还娘不讲？娘来着，大半个的娘来着。印度娘嘛，当初来了嘛，为自己吃酒的。是呀。是嘞，那么现在夫妻怎么彻底上？是这的。来这个好。哎呦，好的。那么你乡邻本来挺乖的，隔壁不是乖，冰棒。也真这样。这个现在是一样的嘛，你打好的。哪来？那年纪在肚子到底哪来？这个太来的。那么过去大家去叩门，我是分气了。你去哪把去的？我起码找他这个老人。但一个人都老夫妻来这个里。没好了还。你都不真的。找人家们是也在俺夫妻去。是呀，夫妻生的呀。当天落地手上。没好。没回来的。那是有良心的。谁想着？是呀，已经去。定心啊。放心啊。回来我地上。你个阿狗，现在多少家婆去家？对面阿狗来着。那所以爷娘要紧的。这个上梁不出么下梁荒。你的老夫妻也和门挂挂边上的。真的。动力不动。哎呦，东山我补去。地上去。没事。不是啥个东西来，西水去那山下花好。是吗？那可怎么真正叫家务凡事心？对。你不搞人家是天来又天来了。那真也是的。你放心啊。那能够放心的。定心啊。我地上。我不要说地上，我不要说。说这个小家。哪听你？哪听你搬到主人民来，无锡上面哪听你呢？哎呀，我说听到你那个吃豆子呢，忘记这个的。你说这样的人偷个鸭子要吃豆子？不是这个，我去吧。你放。你吃这个我讲。我拿那刚好子来吃的。你去吧。不，你说。我不讲的。我这边呢不来噻。我去吧。不是我听你也无锡上的。不讲的哟。不跟，吃不让我吃的。我不我吃。双阴经的有个中人。我分两个呀。吃吧不跟。这吃这玩意儿。我听你也无锡上的。对哟。那不无锡上的。不是呀，你吃呢？怎么我要吃到？现在要吃的也是的。我真的要吃到。可是我遇上高的吃呢。吃到。还是吃吧还是想吃饱，用啥兵力的？不就中央无锡他们来弄你呢？当时一张嘛，豆子往这里腾一声，说到10点起。你要吃那个张子，哎呀，明龙来个，一个，而且这个豆子个鼻子小薄，外头么不烫，里向个把汤是飞滚发烫，不然一他们鼻子抽脱的。而且抽了一枚水枪带这个火龙里往里向去，这把汤打个小石龙上也要照着你火龙去，而且有个么子得了是烧在烧不得，哈子这个一通通的，而且把它分开出来，这里像怕有点。好，后子，火龙去后子。哎呀，我要多那个子。他送的的。哎呦，我分吃的不离心啊，有些。我这没力气的呀。我要多那个子。这个没。哎呀。人家不能喝点啥个。你这水淌下来嘛，这个豆子扭到开里了。不晓得不是一天葫芦头有张花儿给，花儿给看到豆子，我当时听力去了，这花儿给抽过来了。
怎么会？好去！这到水捡起来，把烫到弄鼻部了。里向不成你都是啊！红子，鼻部了红子。在家。是天嘛？到水就在后水这里，别听啊！哎呦，别听啊，红子！哎呦，去大路里，摔大路里去不去？哎呦，南中的红烧吃比较好哟。哎呦，我不要吃的。好先生。我不要吃的。哎呦，先生。你不吃饭，真是死命死不动的呀！我要死命了。那么整个精神我不是啊？不是在为人家打过来打一场嘛，打一场不？那个男人金龟生出妻子不收了，不晓得了外地凶吉日。那么听哈子来，要生命反驳，门门凶吉。这个哈子姓胡，叫胡忠贤，好像生意好的情况，一个人唔白我讲，胡铁口，胡关系，样样好。所里嘛泡为的参汤了，用为的锅儿先生，小口三十那么大口贴着你了，批明书嘛我要爬台了，我要开玉门那个做火堆了，谁家空心呗，但还一不灵马上不灵。现在弄得来一塌糊涂，身上下狼狈不可，上雨露天上。今朝清个初一天气活热了，头浪向打一顶叫风巾，四只骨把了老从外头的，东南西北风侪吹得进的，叫风巾。这生命总归是先生了，但你从这说实还是先生了。这个上门当中的专业，实干穷，有时细说海清。花头个家伙呢，用纸头盖起来的，叫纸盖海青，称你都三五，这到水一生一当股是要脱下来的。这双儿子不跟，妈妈不对，经过背头上大个上通司马的，一到叶子，水里向拿一根竹头叫名上啊，这个瞎子拿竹头当眼睛用的，这啥样子？那么今天你来说的是分拨，因为你这个厂门两高的嗓子在上装不好，说起来嘛音量轻，那么有两首你都唱还在轻么是轻音乐的，那么我说了一两下的，说么是譬如两只数据啦那么的，那么啥东西老师，因为新年里向嘛。那啥个欧当人娘的，听当的字弄得哭出来嘛，买不出来不是。说金龙娘娘听一个胡哈子，到屋里向来凄苦了生命。寇先生，一听个女娃，多少啊？你哪这个买那个快递走得出来啊？这真是个活龙哪个破衣服相的啊？这金子和龙家，我家。你啊？哎。你说呢？可是我的声音你也听不出的。眼睛都不灵，这说比心没别个哪里不要听出来了？你告诉我，你也不要听。老乡邻五花妹子。哎，不得听出来的呢。妹子是你啊？我家。那你要理解大家。那娘娘觉得灵没进去呀？多少年17多万。最近发哪里啊？大队去子做日子。17的。今次金家的一个门市口头7桌，有的大德的网友呢，看见瞎子晒的专营的，还有一种人专门去寻瞎子开心，要出力个洋相，瞎先生的外国头浪向个快上得一塌糊涂。门上最近拿的领导他中门跟随，一口里向个屋头出来叫五花了，怎么晓得金东娘娘怕五花来拿里领进去了？那个明上头这种五花水里向一种嘛，这个大块的最近出去，瞎子也不晓得，连牛当是最近的，所以叫瞎子。多少啊？这哦哟，
起码还是谁顾开啊晓得了。生意好的请来吃点心还是要多少啊？觉得俺有时我也不多心的，多少啊？